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喺1973年成立至到而家已經共訓練出30期嘅學生，人數超過4000多人，其中97%加入咗香港政府屬下嘅4個紀律部隊，即係皇家香港警察隊、懲教處、消防事務處同埋海關。但係以加入皇家香港警察隊嘅最多，佔咗全部嘅90%以上。當每一個學員着咗整齊而莊嚴嘅制服，再加上由警察銀樂隊奏出警樂嘅時候，就係表示佢哋已經經過2年嘅艱苦訓練而得到嘅成績。響呢2年裏面，佢哋從一個完全不懂事嘅青年而轉變成為一個成熟同埋體魄強健嘅青年，亦即係話佢哋係未來紀律部隊嘅接班人。我係 Cadet 494張家輝。想起2年之前，我同一般嘅青年人一樣，感覺到前路茫茫。但係經過電視同埋海報嘅宣傳之後，我終於揾到我自己應該要行嘅路啦。喺呢2年裏面，我除咗增進咗我嘅學識同埋培養到強健嘅體魄之外，我更學到人際關係、紀律同埋堅忍嘅精神。而以往已經有4000多名嘅師兄弟經過學校訓練之後為社會服務。喺今日嘅畢業典禮裏面，每一個家長目睹自己嘅兒子有今日，亦都係感到安慰嘅。而每一個同學喺呢一個時刻嘅心情都係既興奮但又依依不捨，因為我哋已經同教官建立咗深厚嘅感情。回想起過往嘅日子，每朝早6點30分就會由當值嘅學員打起大鐘，通知各同學起身。咁新嘅一日就開始㗎喇。首先我哋就去刷牙洗面，跟住就集隊跑出操場報到，然後再由當值嘅教官帶領學員進行早操。接住學員就會一隊一隊咁樣跑去飯堂嗰度準備食早餐啦。因為警察少年訓練學校係一間注重紀律嘅學校，所以佢哋唔係入到飯堂就可以即刻食得嘅。佢哋要等齊其他嘅同學，點齊台上面嘅食物冇少到，然後聽從教官嘅指示先至可以進食。而飯堂裏面一切嘅食物同埋碗筷嘅擺放都係由佢哋每一間房輪流咁樣去處理。目的係訓練學員嘅責任感同埋組織能力。食完早餐之後，佢哋就會返去宿舍嗰度換上整齊嘅軍裝，然後落到操場接受每日嘅例行檢閱同埋步操啦。而學校其中一個教學嘅目的就係灌輸紀律同埋階級觀念俾啲學員，所以當啲學員一落到操場嘅時候，一定要列隊步操，儀容要整齊同埋劃一。見到教官一定要俾禮，包括所有體育嘅同埋文科老師。而平均每隔1個星期就有一個大檢閱，到時檢閱官可能係校長或者副校長。響呢個時候，對學員嘅儀容嘅要求就會更加嚴格啦。警察少年訓練學校成立嘅目的係有鑒於喺70年代初期，警隊喺招募有中5程度嘅警察出現咗困難，
於是乎，政府就將粉嶺分院營改建成為警察少年訓練學校，收取中三程度嘅學生，接受2年職業先修訓練。佢哋畢業咗之後，就會再入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接受為期6個月嘅訓練，跟住就會正式成為一個警察啦。學校喺最初期只係有佔地35000幾平方公尺嘅分院校園，每期只係招收150名學生。到咗1977年，學校將天搶營48000平方公尺嘅地方納入為學校範圍，使到原本只係得89間營房嘅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增加到178間。事實上喺80年代初期，校方曾經構思喺大埔興建永久性嘅校舍，但係由於經費巨大以及喺警隊招募人手方面進行順利，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就擱置咗呢個計劃啦。日常我哋會花40%嘅時間喺學術方面，包括中、英、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經濟同埋公共事務呢6科。除此之外，我哋仲會花20%喺職業訓練方面，包括學習步操、普通嘅救生常識、簡單嘅警例以及警隊嘅編制。到咗第2年，學員喺每1個星期仲會花1日嘅時間去到唔同嘅社區中心服務，包括有圖書館、老人中心、幼兒中心同埋弱智兒童中心等等。目的係使到學員接受正確嘅人生觀，體驗服務社會嘅精神，認識到社會各個層面，同埋鍛煉學員嘅自覺性。而到咗呢一個階段嘅學員，仲要同一般中學生一樣參加中學會考，要求達到警隊所要求嘅正規警察學術水平。最後嗰40%就會花喺體能訓練方面啦，例如循環訓練啦，過程就係包括有引體上升、來回跑、sit up、掌上壓、踏板跳等等。學員會聽從體育教師嘅指示，喺每一個位置做所需要做嘅次數，而體育教師亦都會視乎學員嘅體能而定，循序漸進，由少至多。學員除咗要接受一般體育活動之外，校方更設計咗一啲特殊嘅體能訓練課程，去培養學員嘅身心發展。到咗夏季，學員就會學游水同埋考拯溺章，而校外嘅訓練就有戶外訓練嘅課程。學員首先會去警察歷險組接受該組教官講解，當佢哋領取所有必須嘅裝備之後，就開始接受訓練啦。課程包括獨木舟，學員可以喺碧波上受訓。此外，仲有爬石、紮營、繩索嘅運用、越野定向、指南針同埋地圖嘅運用等等。所以喺呢啲訓練裏面，學員不單只學到堅忍，佢仲學到團體嘅精神，因為每一個訓練都係群體進行。如果有學員單獨行動脫離群體，咁就失去咗訓練嘅意義啦。雖然我哋日常學習嘅時候係要抱住嚴謹嘅態度，但係我哋亦有輕鬆嘅一面㗎。通常我哋就會整理下自己嘅裝備啦，或者係自修。但如果自己嘅房員有人生日嘅話，我哋就會開一個小型嘅生日會嚟慶祝，以增進同學之間嘅感情。到咗學員接受第2個戶外訓練嘅時候，亦即係表示畢業嘅日子將要接近啦。所以學員對呢次嘅訓練就會更加認真。而事實上，第2次嘅戶外訓練的確係比第1次更加辛苦。當學員整理好一切裝備之後，就出發
由粉嶺攀山越嶺咁樣去到西貢，再由西貢遠足行返粉嶺嗰度。而一路佢哋只係會靠自己，而唔會由教官帶領。呢一個訓練完全靠學員互相合作同埋照應，揾出正確嘅路線，先至可以到達指定嘅目的地。但係由於佢哋已經有過一次戶外訓練嘅經驗，所以只要有信心，就一定會做得到嘅。響畢業之前，我哋就會接受最後一個訓練 Solo Camp， 亦即係野外求生訓練。我哋要響郊外指定嘅地方單獨度過3日2夜嘅時間。雖然喺過程之中，學校已經為我哋預備好足夠嘅食物同埋食水，但係如果想成績好嘅話，就一定要盡量少食。食物食得越少，所得嘅分數就越高。首先由教官以大型嘅警車載我哋到唔同嘅地方，再由自己揀一個適合嘅位置紮營，而教官都會鼓勵每一個學員盡力去完成呢一個訓練。呢一個訓練除咗可以鍛煉體能同埋意志力之外，最重要嘅就係訓練我哋嘅堅忍力，並且要應付飢餓。而最難克服嘅往往就係自己，所以呢一個訓練除咗係訓練之外，仲係一個挑戰。而喺 Solo Camp 嘅過程中，都需要我哋以自然嘅環境去創造營地，而每一個學員嘅營地都創造得好有心思。同時，我哋仲要寫出呢2年來嘅感受同埋對學校嘅觀感，喺訓練之後交翻俾教官。學校開辦嘅宗旨同埋目的，就係想訓練一群有朝氣、有教養、體格強健同埋有良好公民意識嘅年青人去服務社會。所以佢哋嘅訓練並唔會只係局限於上堂嘅時間，就算喺落咗堂，學生仲要學習點樣去過群體嘅生活，好似要保持營房內外嘅整潔啦，學習自律，知道點樣去照顧自己等等。事實上，校方係希望可以全面發展學生嘅智、勇、誠、毅，使到將來警隊有更好嘅質素，令警務工作更上軌道。喺1990年2月24日，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將會舉行最後一次嘅畢業會操典禮。到時喺第30期學生操過檢閱台之後，學校就會正式關閉啦。而喺同年嘅4月1日，校舍就會正式交翻俾政府。警察少年訓練學校
就會成為一個歷史嘅名詞啦。呢一日係1989年2月29日，而家全場起立就係為咗尊重準備進行嘅降旗儀式。天搶營亦都喺呢一日正式關閉啦。喺下期嘅儀式過程裏面，我哋可以從學員、教官同埋校長嘅眼神睇到佢哋對學校係幾咁依依不捨。不過，對於廣大嘅香港市民，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嘅貢獻係永恆嘅，特別係對呢4000個已經畢咗業嘅學生，呢間學校嘅功績就更加係無法磨滅啦。